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Edward。今次帶大家睇嘅單位咧係位於荃灣嘅一個大型屋苑環宇海灣，樓齡大概11年左右，單位嘅面積大概700尺，高層咧有海景，咁啊仲有少少西斜，咁呢樣嘢我幾中意嘅，因為有光入到屋嘅話咧，感覺會比較 warm 啦，同埋舒服。講翻今次啦，屋主一家4口，加埋佢哋又養咗狗啦，咁所以喺設計規劃上邊咧，保留咗原有嘅3房設計。屋主希望用素色咧去主導全間屋嘅設計。唔刻意用硬件去裝飾，只係用軟裝咧去令到全屋呈現一種舒適、寧靜嘅氛圍。低飽和度嘅設計咧係今次設計師想突顯嘅手法，用咗白色啦、米色、灰色、大地色等等嘅顏色，盡量減少全屋嘅色彩對比。營造出一種柔和統一嘅視覺效果。我哋喺選取物料上邊咧，亦都花咗啲心思嘅，選擇咗天然啦、樸實嘅材料，例如木材啦、石材等等，強調翻每一種材料佢哋本身嘅紋理咧，同埋摸落去嘅質感。全屋嘅家具同埋裝飾品嘅線條都非常之簡單，貫徹設計嘅初心，目的係想呈現一種純正嘅美感。空間嘅留白亦都係今次設計師想呈現出嚟嘅重點，唔過度堆砌一啲物品咧，保持空間整體嘅寬敞同埋透明感。可以俾屋主返到屋企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好舒服啦，好放鬆。雖然我哋喺設計上邊強調係簡約，但係喺家具咧、物品嘅實用性同埋功能性上邊，我哋同時都有兼顧到嘅。素色嘅設計咧係一種追求簡單啦、自然、舒適嘅設計風格。咁通過色彩啦、材質同埋線條嘅運用咧，我哋可以營造出一種平和隨性同埋寧靜嘅居住環境。如果大家對呢條片有咩意見嘅話，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嗰度留言，我哋會盡快覆你。